完整的绝阴诀：阴火雷、血炼神光、血灵钻、玄魂刺、天都炼魁。天都失火。天都失火果然有弱点，看来这就是他对付基因的底气了。日后倒是可以利用一二。话说，这玄阴诀也不愧是乱星海排得上号的功法，还真是包罗万象。只是大多都有些邪门，而且能供结丹。